你没事就好。我当然没事了。小小，如果你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就好了，这样我就能跟迟墨还有郑小姐划清界限，宣誓对你的主权了。现在这样一声不吭跑去解除婚约，迟墨醒了会去求和吗？他又会不会对你打击报复？唉，谈个恋爱如此狗血曲折，简直是韩剧女一号的待遇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个女一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你醒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早餐。你没事就好。我当然没事了，有你保护着我。小小，还是你的拥抱最温暖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弄疼你了？你认错人了。你是迟大爷。完了，为什么迟墨的拥抱现在和小小的感觉一样温暖了呢？你是迟大爷，你就喝这个玉米粥吧。医院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就在路边摊随便买了一点。喂，那个是这个啊，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小小专门准备的蛋糕，我亲手做的。凭什么我只能吃路边摊，他就能吃你亲手做的东西？再说了，昨天是我因为救你受的伤，又不是他。好好好，迟大爷你最厉害了，就是一个蛋糕嘛，有什么好争的？不过，你真的要吃吗？我吃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总共这么甜。我都说了，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小小准备的，他喜欢吃甜食，你非要抢。有没有水？没有。探视时间结束。护士，我一会儿想做个血糖测试。没问题。你是说你的双重人格极有可能跟这枚戒指有关？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钻戒，上面这颗是陨石。我不知道它对我的人格分裂有没有影响，但是我前几次亚人格出来的时候，我都带着它。而且昨天，我拿电流刺激上面这颗陨石的时候，我竟然成功把它叫出来了。那看来这枚戒指上一定蕴藏着一个特殊的能量。制剑人，你介不介意我拿给谢博士去检测一下里面的成分？数据传过来了。谢博士说，这枚戒指上很有可能蕴藏着一种不稳定的磁场能量。不稳定的磁场能量，这枚戒指你是怎么弄到的？这是我家祖传的。就人类目前科技而言，对宇宙的了解不过是沧海一粟。我可以模糊地告诉你，这枚陨石戒指上面含有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，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缓解焦虑。
这也符合你的亚人格出现的原因。由于你遭受到意外打击，从而使你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不稳定的边缘，而这枚陨石戒指刚好可以释放你的这种压力。但释放的方式是通过分裂你出你的另外一部分人格来为你减压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枚陨石戒指才是引发我人格分裂的诱因？如果把这枚戒指的功能毁了，你的病或许能好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把这枚戒指消磁。消磁的话，我另一个人格就会消失，是吗？赵医生，我想再考虑一下。如果把这枚戒指的功能毁了，你的病也许会好。我觉得，我们也许可以试试，将这枚戒指消磁。如果用这种办法让你消失，对你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但是，你真的是时候离开了，因为以前的我一直逃避自己的感情，选择隐藏。但是现在，我需要一个独立的、完整的我去追求好聪明，查明真相。谢谢你帮我退的婚。虽然说手法幼稚可笑，但是剩下的烂摊子包在我身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哦，宋总助。韩小姐，出去啊？哦，我有点事儿，你来找我吗？对，听金秘书说，前2天你跟迟墨在一起的时候遇到了劫匪，他还受伤了，是吗？嗯。我这个表弟只报喜不报忧，就怕我和姨妈担心。可是你说他整天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边，我也查不到真凶啊。所以我恳求郝小姐能跟我实话实说。但是，这个，你看我，关心则怪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为难你。没有，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因为我遇到了之前绑架我的那个绑匪，他好像在跟迟氏集团内部的一个人接头，我想跟踪他们2个，但是被反跟踪了，所以才连累到迟墨。你是说迟氏集团有内鬼？没错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的背影非常的眼熟，但我认不出来是谁。啊，听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人说，那个人好像以前也是一个赌徒。哎，不过具体我都不记得了，因为之后我们跟绑匪大战300回合，我紧张什么都忘了。哎，要是能够认出那个内鬼就好了，这样迟墨也可以早点抓到凶手，我也不用那么提心吊胆。要是没有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谢谢你，你先忙。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今天这个事儿就算是我俩的秘密，你别跟迟墨说，省得他担心。好。郝聪明说看到脸上有刀疤的男人来公司，跟公司的内鬼接头，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。策划3年前那起车祸以及现在的绑匪，就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。看来咱们公司的人员应该彻底梳理一下。金秘书，这件事就辛苦你去办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，您在媒体发布会上单方面和郑小姐解除婚约的事儿，郑总需要您给他一个说法。而且，您最近的好几项提案都被董事会否决了，好像是郑总在背后操作的。金秘书，事情得一件一件的解决。董事会那边要的无非就是利益，你帮我去安抚一下。郑总那边，我会亲自解释。好的。去吧。喂，妈。什么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好。
阿姨，你也在啊？郑小姐，今天这个不是约我来谈公事的吗？阿姨，今天迟墨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我们两个他到底选谁？郑宝珠，看来你已经胜券在握。儿子，这你先坐。你好好管管你的宝贝儿子吧。迟墨，你清醒一点，宝珠才是我认定的儿媳妇。妈，他已经跟咱们家没有关系了。是吗？你3番2次招惹宝珠，啊，订婚了又退婚，不，你让他以后还怎么做人？让我们郑家人的脸往哪儿放？郑总，您消消气，我一定会让迟墨给您一个交代。交代，我看没必要。是吗？我是看你是个有用之才，我才一直帮扶着你。没想到，你这么不知抬举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迟墨，还不快给你郑伯父道歉呢？够了！我跟聪明是因为爸爸3年前遗失的陨石戒指相识的，我们之间经历了很多，直到现在这一刻，我终于可以直视自己的感情。我爱的是郝聪明，池氏集团也好，董事长的位置也好，我都可以放弃。但是郝聪明，我是绝对不能放弃的。直播，咱们走着瞧。郑伯父，失陪。迟墨，迟墨，你站住！你难道不怕我把宋小小的事情说出来吗？宝珠，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咱们俩之间的感情。可是，我们真的是不合适。我不希望你用利益和放下自己的自尊来换取咱们俩之间的感情。你是个好女儿，你应该找到更好的。对不起。迟墨，迟墨，迟墨。女儿，爸爸一定会替你教训他的。妈，算了，我今天算是彻底明白了，爱一个你不值得爱的人，根本就是自取其辱。我值得更好的男人，是他迟墨不配。手都要被你拉断了。哎，迟墨，我真的好佩服你啊，演技毫无破绽，连我这个毫不相关人都被你感动了。你以为我刚才是在演戏是吧？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在给我们家小小收拾烂摊子吗？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回别墅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让你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回别墅。理由？本姑娘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你撞炮公司内鬼跟刀疤的事情已经暴露了，现在刀疤逃脱了，你随时都有危险。别墅那边安全系数比较高，再说了，你是钻石峡的主创，回去也能好好工作。梅克辣妹那边我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了，会调你回池氏继续工作。我不去，我答应过小小要离你远一点的。小小说你是黑洞气质，你太近容易招黑。而且吧，按照霸道总裁和平民女的传统设定，我容易躺枪。你以为现在观众不是在弹幕面前骂我绿茶婊啊？所以不去。郝聪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跟我撇清关系，那好，你永远都不要再见宋小小，因为在外人看来，我跟宋小小是同一个人。我说错了，宋小小。他连一个完整的人都算不上，所以，只要我想，随时都能让他消失。迟墨，
陨石中蕴含的能量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完全消除，可能需要进行3到4次的消磁实验。目前我对戒指进行了第1次消磁，你拿回去看看效果。宋小小，之前我很羡慕你的肆意妄为，不过今天我也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肆意妄为了一次。你做到的事情，我也一定能做到。糖花，给我拿个苹果。好。我去开门。你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呀？这是？把你的手机给我，我要安装定位设备。还有，这里的首饰都安装了定位仪器，我需要你随身携带，因为我要随时知道你的想法。什么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我这里就是一个公寓，给你搞得像007一样。你在我家干嘛呀？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。别墅可以不回去，但是这里的安保系数必须要升级。哎，不是，怎么还上来？好吧，随你便了。等等，现在聪明在我身边，我可以保护他。赶紧把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弄走。再说，就那些人过来，能抵得过我的唐家拳吗？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拳法，我只是不相信你的智商。您的快递。聪明，你看他。他讲的是实话啊。这儿有一笔钱，你先拿着，找个地方躲一躲。记着，短时间以内不要回来。行，这次的事儿我听你的，是我办事有点冲动了，你放心，以后绝不会给你添麻烦。谢了啊。跟紧他，办得干净点。哎，钻石侠系列产品的海报就要拍摄了，孙小小那边的行程你赶紧敲定一下，广告部那边的时间可是很赶的。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小小这次好久都没有出现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啊？哦，不是，能不能晚几天啊？我也不知道宋小小什么时候出来。出来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莫不是出事被抓进去了？咱们公司可不能要劣迹明星啊！哎，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就是宋小小的档期不太固定。反正呢，你尽快，等着这个代言的小鲜肉啊，可都排着队呢啊！就算坐牢都可以探视，知道刑期还有盼头。可是小小，你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，跟你在一起又时刻担心你会消失，你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么久，是因为上次受伤太严重了吗？那这次你帮我顶着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出来之后呢，我做大佬，你做小，你跟着我吃香喝辣的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啊？那我下次什么时候可以来探监？那，你这样我很难做的。你知道现在外面那些诱惑是很多的。不行，好聪明，你不能再这样悲观被动。作为一个浑身正能量的美少女，你必须主动出击。山不来我就去，小小不出来嘛，我就……
偷偷摸摸的干嘛？要进来进来。谁偷偷摸摸的？我是正大光明的走进来，跟你谈了工作上的事。天王盖地虎。你有病吧？还是池大爷。那个，作为跟小小朝夕相处，比我这个女朋友还要了解他的男人，你知不知道怎么把他召唤出来啊？知道。真的啊？那你快把他召唤出来吧。郝聪明，我告诉你，我池墨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。宋小小的出现，只是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负担而已。是，我知道池大爷你日理万机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联系小小。自从小小上次把我从坏人手里面救出来之后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那很好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。池总，钻石匣的宣传照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可是小小没法出来。这可是您的生意啊，为了您的工作，为了集团的荣誉，能不能麻烦池大爷、池总、池大总裁您召唤他出来一下呢？我拒绝。思思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出去吧。脸上带刀疤的男人死了，你确定吗？应该没错，尸体是在郊外发现的，身边留了一封遗书，说是因为欠了赌债来勒索一笔钱，没想到计划失败了，他害怕被报复，所以就自杀了。金秘书，你想一想，一个穷凶极恶的赌徒，甚至连绑架案都敢做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自杀？老板，您是说是幕后的人做的？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要想找到幕后黑手，就要等他再次出手。哦，对了，金秘书，你一定要保护好郝聪明的安全，懂吗？咱们家小小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别人家的宣传照都拍了，就等他了。他要是不能来，我们也只好换别人了。不要啊！宋小小和池墨长得那么像，如果他能来当代言人的话，那多有噱头啊！那你就把他约出来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些小咖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我可不是小咖啊！我说过你会有危险的，怎么也不注意。聪明，你还是跟我回别墅住。我不去，我交给韩毅的房租还没到期。那如果我答应你代替宋小小拍摄《钻石匣》的宣传照，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跟我回别墅住，你会答应吗？成交。我说聪明啊，你真的要搬回池墨那儿去住啊？你走了，这满屋的黑科技怎么办？等池墨找到真凶了，我们就把这些全部都卖了，换成烧烤吃。哎，聪明，我是真不放心你，要不我跟你一起搬过去吧？我可以给你当天使保镖啊！哎，别，你不知道池墨那个人有多龟毛，处女座画风霸道总裁。以前我坐他车的时候，他要把整个车全部消毒一遍。你要入他那里去的话，你
让他看到你那个脚丫子在那地毯上踩来踩去的，他会被你气死。哎，那我可以在他们家附近再买一栋别墅住啊。他那个地方吧，风水不太好。你知道我以前在他那里被保价过2次，所以我劝你还是别去了。万一八字跟你不合，诸事不利，诸事不利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不过2天就回来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聪明，这聪明就是太没戒心了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善良，好吧？我说呀，这嫁出去的闺女就像泼出去的水。我估计聪明那个250早晚会被迟墨拿下。再转一圈，换个 pose。手放上来。你这不是拍炫酷钻石侠广告，你这是拍商业西装的硬照。不行，画风不对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有没有什么身体记忆，靠身体的惯性自由发挥这种？好聪明啊！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。这具身体我用了20多年，保存的当然是我的肢体记忆。想让我拍宣传照没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想召唤出宋小小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吧。宋小小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和伟大，随时可以被替换。石墨，我找你来替拍，不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，而是因为模特事业是宋小小一直非常珍视的工作。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现，什么时候会消失，但是他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，不管是爱情还是模特事业。更何况，钻石侠是他情感的凝结，他才是最合适的代言人，其他任何人都不是。他是没有那么重要和伟大，但是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存在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又没有那香气呢。我可以对你进行改造啊。我知道你是霸道总裁的设定，但是穿衣风格是一个人心情的写照。陈大爷，你必须要换一个风格了。行了吧？再换一个吧。微笑。哇！放松，放空你的思想，心无杂念。然后，老板，您最近心情很好，是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吗？什么？您最近笑容变多了，公司的女员工都在议论，说您的魅力值大大提升了。是吗？最近迟总又和那个郝聪明搅和到一块儿了，不过他像变了个人，劝一有形不说，整个人都变得有亲和力了。擦汗。不擦。我很热，我让你擦汗。哪里有汗？这边。还要不要擦？这个。脖子后面有。韩先生，请坐。我记得还有一个订单还没结束吧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那个订单的后续尾款我会尽快还给你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您的水。虽然我是个生意人，但我还是个有原则的生意人。嫌钱不够多？不，这跟钱无关。郑小姐，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当一个女人不被一个男人所爱的时候，在他的眼里，即使你赤身裸体，也不过是一对血肉和骨架。你太过分了！情不投，意不合，非要在一起，结果自然这样。郑小姐，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爱过迟墨。我当然爱迟墨，我爱他，我为他付出太多了。但那不是爱，那都只是你的占有欲在作祟。郑小姐，你这一辈子过得顺风顺水，在家里面，你的父亲宠着你，
所有的人都对你百依百顺，没有人敢跟你说半个不字，所以你越是得不到的，越要得到；越是追不到的男人，你拼了命也要追到他。但那不是爱。如果迟墨还是那个3年前对你百依百顺的迟墨，你还会爱他吗？我爱的是现在的迟墨。迟墨还是3年前的那个迟墨。你之前容忍不了他的缺点，以后你更不会容忍。所以郑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放手吧。如果我今天答应你的话，我们以后的纪念日都要在烧烤摊上过。你知道这个楼有多高吗？知道这个楼顶的风有多大吗？体验过往下跳时看一眼脚软的感受吗？郑小姐，我听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被退婚的那一晚，我差一点从这跳下去。郑小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，因为不论我怎么说都会被骂。但是3年前你跟迟墨分手不是因为我，现在我跟宋小小在一起，也绝不是因为迟墨是迟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。郑小姐，您的感情一直是您自己在做主，换言之就是 no 作 no die。但是我跟我男朋友的感情，我真的自己做不了主，还请您见谅。哎，没事吧？哎。好，来换个角度。哎，好，表情再凌厉一些。好，我们已经拍了你很多带杀气的照片了，现在要拍你和女主角的照片。你要深情的凝望女生，或者就把她看成你的爱人吧。好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OK， 休息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不拍了？还没拍完呢。继续拍可以，但是我要换你做女主角。我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又不会拍，而且我腿晚。郝聪明，我为了帮你拍这个广告片，我都忍受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改造，怎么？你连这点牺牲都做不到吗？我又不专业。那个需要帮忙吗？怎么是你呀？是你啊，小马郎！我就觉得今天怎么那么不顺呢？遇上你这个倒霉鬼。嘿，哎，你这话怎么说的啊？我好心过来问你要不要帮忙，你这什么态度？这么凶干嘛呀？这疯婆子，怪不得没人要。你有人要，你有人要的话，就不会被郝聪明戴绿帽了。不是，那个我认真的，你这出门是没吃药还是吃错药了？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
喂，干嘛？小马老，你帮我倒车，我就告诉你追到郝聪明的方法。真的？来，赶紧坐。坐呀，站着干嘛呀？哎，你说说，有什么方法让我追到我们家聪明啊？我是不会做的。干嘛不做啊？你是不是过惯了上等人的生活？哎，像这种大排档，这种天气，这种小风，喝着啤酒，哎，一会儿再来点烧烤，特别的棒。你试试，来，坐呀。喂，喂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达成联盟。我帮你拆散石墨和郝聪明。那不行，哎，我爸跟我说过，这做人呢，要君子坦荡荡，我就要正大光明的跟那个小白脸竞争。要是我们家聪明过得不好的话，我就一直守着他，直到他接受我。如果我们家聪明过得好的话，我宁愿退出。你三观那么正，不还是跟我一样失恋了？切！来来来，别一个人喝。哟，这昨儿一晚彻夜未归，是不是有什么艳遇啊？我就说嘛，这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空留处男身？要不你跟我说说，我帮你分析分析，不收费啊？
喂，爸爸，我对不住聪明，我跟别的妹子睡在一起了。喝酒误事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你去北京不仅嘛把媳妇带回来，还乐趣一身的风流债。啊，打你主意的女人太多，你要小心。现在的女孩啊，太拜金了。哎，那个女人是不是打我们杨子昌的主意啊？我竟然和那个乡巴佬酒后乱性，气死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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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小姐，您没事吧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不是，是楼下有位姓唐的先生说找您，要跟您谈谈。我和一个乡巴佬有什么好谈的？混蛋出去！滚！徐梦，你看，新鲜出炉的钻石侠宣传照，你不摆大爷的谱，看起来还蛮帅的嘛。本来就很帅，好吗？在我的悉心调教和改造之下，你真是脱胎换骨啦！连这么自恋的话都可以说得脸不红心不跳。对了，迟墨，你有空吗？明天陪我回韩印那一趟吧。过2天我要参加钻石侠的发布会，我想回去拿一件礼服。我明天直接带你去买好了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唐花上次搬空了一整间服装店，那么多衣服都堆在我的房间里，到现在连个放的地方都没有。唉，遇上我这么穷的主人，也是苦了他们了。哟，这不是郑大小姐吗？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。要不我陪陪你？滚！别介呀！哎，听说你被迟墨给甩了，这算多大点事儿啊？他迟墨前脚能甩了你？哥，我现在就能娶了你。娶我？你算哪根葱？滚远点，别恶心我！你以为你郑宝珠自己的名声有多好啊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，倒贴人都不要。我看上你是给你脸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想干嘛？我就喜欢你这火辣的性格。干嘛呢？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，要不要脸呢？哟，郑大小姐身边的护花使者还真是不少啊。不过就这一型的，这也太磕碜了吧！给我闭嘴！赶紧给我滚！我要是不呢？哥们儿，告诉你，这英雄救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上！你郑宝珠，给我等着！宝珠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打电话问你的女朋友，她说你在这儿。你是李小龙的粉丝啊？是，但是我还和我们家祖传的唐家拳法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就昨天晚上那个。昨天？昨天？你第一次啊？哎呀，你小点声。
我真的对不起我们家聪明。刚对你有所改观，你就自毁形象？别哭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看那个好聪明啊，就是脚踏3条船的心机女，扒上你和宋小小还不够，还想勾搭迟墨。你凭什么说我们家聪明啊？那个迟墨、宋小小，他俩有病，我们家聪明就是被他们俩骗了。唉，我看这个世界上，男人的话不可信，这是一个男人信用度严重下降的年代。那我不是啊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就很专情，只是我们家聪明没有发现罢了。昙花，你这个样子，你不得不专情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老板，一会儿您要见的就是您之前宽大处理的后勤部的李先生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亲自对您讲。李先生，这儿。哎，坐。迟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件事儿全是我的错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没事儿，您别放在心上。我听说您今天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。3年前我在市场拓展部管理那个大客户资料的时候，发现了。宋小小，迟墨，我现在力量越来越弱了，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啊？我正在慢慢痊愈。宋小小，你要面对现实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爱上聪明？是的。你有我这么爱他吗？我比你更爱郝聪明，可是聪明不爱你呀，是吗？我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爱上你。迟墨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没有存在的价值，我没有存在的意义吗？你为什么要剥夺我唯一存在的价值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了，聪明绝对不会爱上你。还有，我要见聪明，我要见医生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迟墨，怎么了，迟墨？迟墨，你这边也看一下我，迟墨。宋小小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给我回去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迟墨？我必须现在出来，我要见聪明。迟墨，迟墨，迟墨，找医生打电话，让他快过来。好。这么说，小小她消失这么久，是因为迟墨的戒指已经进行了一次消磁。虽然说对那个戒指进行过一次消磁，但其实效果并不大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。问题的关键是迟墨的心理问题，只有当他的心理创伤得到治愈，他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。最近宋小小一直被迟墨压制，代表着迟墨正在逐渐治愈，他是主人格。相信经过这么一次创伤，只要他挺过来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也就是说，宋小小可能会从此消失。
医生，有没有折中一点的办法，让两个人格和平共处？我是医生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治愈。而一旦治愈了以后，两种人格只能留下一个人。如果宋小小留下，那么消失的就是迟墨。难道郝小姐真的希望迟墨消失吗？不，我当然不希望迟墨消失了。迟墨，你醒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？聪明，我回来了。小小，你真的是小小？小小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小小，你看你都已经1个多月没有出现过了，我差点就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那我这1个多月没回来，你没有忘记我？怎么会？当然没有，我每天都给你发微信了，不信你看。是吗？嗯，没有骗我啊？好聪明心情预报，今夜到明早想你，预计下午转为很想你，受此情绪影响，傍晚将转为爆想，此类天气将持续到见你为止。看来某人真的是很想我呀。聪明啊，你说我这1个多月没回来，感觉还有点疏离感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考验一下你，看你有没有忘记我的一切。好啊，你想怎么测试？那就出题吧。我问一个，你答一个，只要说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。好。OK。宋小小吃桃子过敏。不是。宋小小喜欢吃椰子。是。宋小小晕血。不是。宋小小恐高。是。宋小小喜欢西装。不是。宋小小喜欢喝酒。是。你喜欢沉默。是。宋小小。哎呀，就随便问问的。来，下一题。宋小小喜欢喝牛奶。是。宋小小喜欢看动漫。是。宋小小喜欢开跑车。是。宋小小不喜欢吃。如果宋小小留下，那么消失的就是迟墨。不，我当然不希望迟墨消失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比迟墨那种人格有魅力，没想到竟然输给了他。宋小小，珍惜和聪明在一起的时间吧。聪明，你说如果今天是咱们的婚礼该多好。你穿着白色的婚纱，这个时候应该响起婚礼进行曲。哎，你还结婚进行曲，这是小苹果好吗？都可以开始跳广场舞了。广场舞大妈要开始跳舞了。聪明，如果有一天
我不见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不见了，那我就找你啊。那如果找不到呢？找不到？怎么会找不到呢？那我就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呗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听到低声后留言。老板，3年前老董事长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，车祸那天他把保险柜里所有的东西都取出来了，而且取消了业务。您收到我的留言，一定要马上跟我联系。谁呀？这是大清早。桃花，你开门去。谁呀？开门去。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我给你100块钱，不开门去。再加100。行，加100，加100。您是迟总还是？聪明他睡着了，把聪明放在你这个男闺蜜这儿，我才能放心。这大清早的，你们公司不开会啊？今天的宋小小是完全属于郝聪明的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打扰我们。我这外人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奇怪了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电话也打不通，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？不会的，迟默有时候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手机会关掉的。那可怎么办？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老板汇报。是石总托您查的事儿吗？金秘书，如果您信得过我的话，不如把文件给我，等迟默回来以后，我帮你给他。我自然信得过宋总助您，不过这份文件真的非常重要，请您务必要亲自交给老板。您放心，等他一回来，我马上给他。那既然这样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我送你吧。宋总助，就送到这儿吧，您就别送了。好的，那我送到这儿，待会儿注意点，到完以后给我电话。好的，您快回去吧。老板，您到哪儿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想放松一下，不太想处理公司的一些琐事，所以今天就关了1天手机，给自己放了1天的假。您是放假了，可把我急死了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你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不戴眼镜挺好看的？
老板，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没什么，只是以前我太少去发现身边的美好，对你们几个亲近我的人也是关心不够。也许是因为现在快离开了吧，总觉得身边的一切的人和事都会让我高爱留恋。老板，你要去哪儿？不去哪儿？记住，以后不要再带了。你回来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刚才金秘书来过，让我把这给你。假如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，而并不单单只是一个人的人格，你会比现在更爱我吗？你是会选我，还是会选迟暮？小小这个傻瓜，傻瓜！第一次在别墅舞会遇到的人是你，拥有我初吻的人是你，叫我好笨蛋的人是你，向我求婚的人也是你。你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回忆，我一直只会记得你。我不能再陪着你了。迟暮，我离开，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，而是因为你已经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。陨石戒指要是消磁了的话，迟暮就会被彻底治愈。这样一来，我的计划就可能会受到波及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迟暮如此轻易的被治愈。不要让他觉得孤单。迟暮，听着，我退出，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，而是因为你已经懂得了如何去爱一个人。答应我，如果我消失了，请代替我继续守护好聪明，好吗？不要让他觉得孤单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是在他心里哭泣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安慰他。聪明他喜欢网文，你要做他的读者，即使是难看。聪明他很喜欢你，这场赌局是我输了，愿赌服输。还有，以后没什么事儿，就别再叫我出来了。
石墨，你可别怪我把真相告诉郝聪明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石墨，听着，我退出，并不是因为你赢了我，而是因为你已经懂得了如何去爱一个人。答应我，如果我消失了，请代替我继续守护郝聪明，好吗？不要让他觉得孤单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是在他心里哭泣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安慰他。聪明他喜欢我。如果有一天你要做他的督者，我不见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不见了，我就找你啊。那如果找不到呢？找不到？怎么会找不到呢？那我就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呗。聪明虽然很笨，但是他吃醋的天赋是很厉害的。最后，永远不要离开他，因为我没有守住跟他的承诺。希望你能替我做到。原来小小，你那天是来跟我告别的是吗？以后世界上就不会有宋小小这样一个人了，是吗？我就该学习告别，在你会幸福的那天，做最后的告别，对你再说一遍再见，守着相爱的誓言，总不能相恋，至少可以眷恋。